好，我是麦妈，今仔日要甲大家讲床边故事。迄故事的主角呢是一只熊，还有应该是酷鱼，伊就听到奇怪声，无礼貌。结果伊就想讲，到底是什么声咧？伊就去看，是什么声？毋是房间的声，到底是什么声咧？伊就去看，敢若足恐怖的呢！是门无关好，是什么声咧？到底是什么声咧？原来是便所的水无关，结果有一个滴滴答答的声，就想讲到底是什么声？这恐怖，原来无啥啦。结果伊就安尼豆豆行转去房间，结果咧转去房间了，佫听到奇怪的声，咕噜咕噜咕噜，迄是什么声？结果咧是伊巴肚枵的声啦。结果想讲好，既然咧巴肚枵，我就困袂去我就去食物件，食一个吐司，啉一个牛奶，安尼食饱就好困啦。你创啥甲？你无介意故事书哦？警察来了，老师来了，阿嬷来了，阿嬷来了。阿嬷真的会来哦。